好，这一次我来讲的题目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那我想我们就巴不得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当中。那么上一次的聚会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继续祷告来看见来经历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么在这开始，我仍然以前我给大家曾经这样的提起的，就是会前的认知。好，以弗所书第3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猜不出来哈，后面的好，神能照来，我们一起念：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引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还是不出来。好，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我记得我曾经这样讲，就是说让我们预备好来经历神的赐福。首先的是神能，这个不出来哈，是 battery 还是怎么样？可是这很慢。这样可以了。好，这样可以，谢谢。好，神能，那么在这里，神能怎么样？神能成就，神能成就我们所求的，神能成就我们所想的。那么，神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可以超过，而且神能充足的成就。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期待教会的复兴。刚才的敬拜诗歌来告诉我们，我们期待神的复兴。那么复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我必赦免他们的罪，我必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这个部分，我们有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神成就那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如何成就，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来成就。假如神的能力能在你心里运行，那么他就能成就他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这边的预备，我是不是预备好让神的灵可以在我身上工作？假如可以的话，那么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那么整个聚会以前，所以我们为整个大会祷告。那现在我邀请我们教会的长老和我们在这里有许牧师在这里，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又有廖牧师在这里，你们就代表整个聚会先为我祷告，好吗？可以吗？好，所以我就请这些长老这些牧师到台前，先为我祷告，来开始这整个聚会。好，那他们祷告，你们也是为我祷告，让我们来看到神在我们的教会要成就他的事情。那我们都起立祷告。那最后许牧师带领大家为我祷告。因为你常常兴起你自己的仆人在我们中间，为了要宣讲这个道，求你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
啊，万主你跨过我们主，这个教会的基台，上帝你在做，亲爱的主耶稣啊，阮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福阮的救恩，你福阮的应允，竟然是遐尼大。主，你甲阮讲，当阮开喙来你求，当阮来找时，都要找到；当阮拍门的时阵，你要为阮开门。主，即摆阮有遮尔多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主你来拍门，恳求主你对天拍门开来回应阮的恳求。特别主你尽忠的罗卜伫你的面前，你差派你尽忠的罗卜老妇你牧师来到阮的中间，的确有主你特别的心意。主啊，阮恳求你的灵降落伫阮的中间。那敢若互你中心的萝卜，阮敬听老牧师伊的喙开，你嘛拍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互阮的心灵的耳孔会当开，阮会当听到主你要阮讲话。主啊，阮恳求你看过，特别是阮在座，我们在座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主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们经历主你忠心仆人不同的带领。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主，你特别用你一次的教导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从起初到末后永远不改变的爱。主啊，我们要将今天特别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将你的仆人刘富理牧师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也将我们每一位在座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掌权，愿你的爱与怜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亲自带领教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谢谢。阿门。咱更好上帝，好，来感谢主。呀，感谢主的恩典，我即摆各位用台语讲哈，还是穿插来讲哈。好，那安尼时，咱就要看。咱就是讲需要，咱这边需要什么话？你会记这4句话吗？主安怎讲，我就安怎做。主说上帝无欢喜的，我就无想、无看、无听、无讲，嘛无要做。我来试看卖来，你个手举起来，咱做伙用起。啊，你这回主话讲，咱若照安尼做时，这个主话一定对你有帮助。来，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记起来没有？你做给旁边看，因为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这样的话，你这一次的聚会一定有得着。凡是主所不喜悦的。感谢主，其实我们都期待神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工作。主啊，我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假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圣灵在你身上感动，你要改变，你要不要改变？那改变的话就是行动，不但一个人，整个教会圣灵这样带领，我们就不同。我听说我们的祷告会感觉神有祝福在我们当中，因为大家同心就不同了。那么在这里还一个更积极的，我立定了主啊，我立定了志向，要讨你喜悦。我立一个志向，就是要讨你的欢喜。咱大家一直想讲，咱就是要互主欢喜。咱即摆想着讲，主啊，我就是要互你欢喜，都无相想。所以你即摆甲主讲一个话，讲主啊，我就是要互你欢喜。咱的天父哪会免欢喜？看到这群人，看到属灵教会这个聚会中间，大家拢甲伊表达讲：主啊，我就是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咱的主的心会满足，所以咱安尼做的时阵，咱会当经历着圣灵的复兴。透过咱的诗班，敢毋是敬拜团，甲咱带领，咱要期待复兴，期待复兴，
我想咱这款的态度，上帝会复兴。咱敢是期待圣灵充满，那一个拢要互主做主的时，圣灵伫遮会当做充满的工作。所以最后，拄啊头壳牧师所讲的，伫教会中，基督耶稣来得到荣耀，主的名得到荣耀，是上帝伫咱的教会得到荣耀。阿门。上帝伫咱属灵教会来得到荣耀。我想遮无想，那安尼无想，因为上帝伫遮咧掌管。所以那安尼，我今仔日即回来，我有一个负担，就是抢救100万灵魂。掠天父书为念，下面我第一个主题，抢救100万灵魂。伫遮咱开始伫遮来思想这个主题。咱大先就是要来讲的，就是今仔日的保罗的题目摕伫倒？咱即马先做伙来看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19节，腓立比书第2章19节到23节。若有圣经的，请你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19节，腓立比书第2章19节。我靠着耶稣，主耶稣，望紧紧找提摩太去看恁，互我知影恁的事，心内得到安慰。因为我无人甲我同心，实在看念恁的事，逐人拢求家己的事，并无求耶稣基督的事。总是恁知影提摩太会证明，伊兴旺福音，甲我同调活，款待我亲像囝款待老爸一样。所以我一个看出我的事要安怎来结束，就望随时找伊去。来，这是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就是咧讲保罗，伊伫北加克的时，要找人去腓立比的教会去遐谈的时，毋过发现找无人。保罗的身边敢无基督徒吗？有侪是基督徒，毋过大家拢真无用，大家拢无用伊的代志。保罗伊安尼讲，伊讲，因为我无别人甲我同心，实在看入恁的事，别人拢求家己的事。哎哟，保罗伫遮发现讲，伊哪有侪基督徒，毋过大家人拢咧求家己的事，伊无法度人找人出去，所以伊找到一个。就是提摩太，伊讲好，我找你出去，因为伊甲我同心，看入恁的事，伫笑念恁的事。我想今仔日保罗若来到属灵教会，咱注意听哦。保罗若来到属灵教会，若要找一个人出去，你敢会是保罗的提摩太？你敢会？感谢主，那安尼咱无想啊。毋过早前保罗伫家讲，伊看心的时。伊看来看去，我这个无用事业，我这个无用什么货，所以无人会当找去。直到伊看到提摩太，伊讲伊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伫遮，我想保罗若伫咱的教会会当找真济提摩太出去，咱的教会诚做一个切恳的教会，咱的教会诚做一个活泼的教会。这个人找出去，后壁的人伫遐咧祈祷，伫遐咧扶持。慢慢，咱的教会也常做，有一日有宣教师对属灵教会来扯出去，相像安尼。所以伫遮我就开始思想这规个主题。咱伫遮圣经讲夜晚午餐观看，夜晚午餐观看。我伫遮就是讲千万的灵魂标向永远的死亡，有什么人关心？我用一个见证。1980年，我已经去美国一段时间，70年去，12年后，转来参加华福会，伫中原大学举行。咱今日特别，咱捌伫遮读幼稚园的，咱一兄弟叫做姓尤的兄弟，真早就来啊！我这边甲问的时，伊讲伊中文，讲安尼咱拢共这间学校，今日伊个倒转来，读咱幼稚园，即摆转来，今日家己来找教会。来问讲，伊要来参加聚会，感谢上帝恩典。我伫遮，我等到中原大学的时参加第3届的世界福音大会。
对美国回来，就看感觉哎哟，真久无回来啊！这回回来吼，报纸拢咧写什么话？哇，真济主题是写什么话？就是迄个名牌，哇，迄阵拢名牌，名牌吼，就是伫赌博，是伫要抽名牌，这个代志。所以有的人甚至讲礼拜长去礼拜时吼，你看今日牧师甲咱讲诗篇第几篇，也伫找伊名牌，哇，做到这款的情形，佫一人，所以讲迄个 Republic of Taiwan，Republic of China 变成 Republic of Casino。哎呀，迄阵我大家拢伫，所以真济事业无咧做，拢伫这赌博这个代志。总是佫一人佫严重的，就是飙车，就是暗时一段路拢互因炸起来，无人所伫飙车，但是我佫无了解这个代志，看报纸的时才知影讲哇，社会舆论拢伫咧反对，因为安怎呢？因为飙车飙向残废，飙向死亡，哇！所以迄个细囝，咱的囝儿，也是讲，这10几岁的青年人，暗时12点、1点、2点要回来，我想父母的心拢真着急，所以社会的舆论一直反对。我有一日捌按注意看，佫听人讲飙车的路上安怎？飙车的路上安尼炸起来以后，伫边有啥物话？有救护车，哇！有医生。嘛有护士，毋知安怎看，有一日看着讲，嘛有殡仪馆的车。你看做父母的，若看到这款的情形，心内袂急，因为飙向残废，飙向死亡。伫迄个情景的时，忽然上帝给我一个感动，什么感动？2000万的灵魂。飙向永远的死亡，那就无人咧急，无人咧讲，逐日毋知偌济人永远的死亡，无人讲。所以伫迄个时阵，我的心真纳闷。伫迄个逼切的中间，无形中祈祷的时，我怎发出一个祈祷？我发出一个什么款的祈祷？我就是讲，上帝啊，你若稳准。我毋望有生一年看到100万咱的同胞来信主，2000万的灵魂飙向永远的死亡。我毋望咱的教会起来呼吁信徒开始起来，讲咱来抢救灵魂。这是我迄个时阵祈祷。迄个时阵参加迄个大会，有对韩国来的基督徒韩国的华人的基督徒，一个牧师，细佬，又带50几个青年来做义工。我就特别听伊讲韩国的代志，我毋捌去，所以我问韩国的代志，我问韩国的情形安怎样？伊讲韩国的情形，我听到的时心内真感动。伊讲1972年，韩国有300万的基督徒，差不多是10%。74年，因为福音大爆炸，有15% 的人来信主1980年已经增到20% 的人信主。1986年25%，迄阵韩国有1000万。我咧想讲100万，我竟然发现，伫韩国1972年到1986年14年的中间，韩国增加700万的基督徒。我心内开始一个祈祷。讲主啊，为主多无大事，抢救100万灵魂，带对我的心内放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我家己嘛惊着，因为上帝给我有一个负担，来一个甲人谈道，带人信主。咱知影，廖牧师也是常常有这款的负担，个人谈道，一个带人信主。上帝也给我这个负担，总是我毋捌想到100万的灵魂。迄阵1986年
福音传到台湾，是对1865年，安尼已经121年，才2.7% 信主。所以我哋唔茫讲，无够咱规个台湾信主的人无够100万，所以我唔茫讲有生之年看到100万的人归主。伫祈祷，伫咧思想，我家己嘛惊到，讲主啊，敢有可能？总是我问韩国的这个牧师的时，我就开始一个祈祷，主啊，迄个感动韩国人基督徒的圣灵，也来感动咱，阿们。感动韩国人的基督徒。迄个圣灵今仔日来感动咱，咱的教会才无相像。上帝灵若来甲咱感动，咱就无相像。感谢上帝恩典，最近咱所听到已经到5%， 5点几%，我的心就足欢喜，因为加1%，加20几万，加1%，加2%，加40几万。咱敢会当来三甲来求，咱毋是干那看到咱家己，看到规个台湾，才也未信主的人。咱毋茫心内一个负担，我伫遮咧祈祷，上帝嘛甲咱讲安怎？讲夜晚午餐观看，看到即个宗教的情形。是明仔载我会搁讲到遮个代志。不过今仔日咱伫遮来看到讲，即款的负担，咱会看到。你请问你的四围有也未信主的人有无？有无？太济啊！包括咱的厝的，也搁有也未信的亲人无？嘛有，所以伫遮，互咱来想到要安怎做，所以我就将这个抢救100万灵魂带转去到伫大福教会。伫1986年，阮伫遐领受这个感动，大家感觉讲这真做咱的教会的这个意向，咱要行，咱有一个目标，咱毋是伫维持逐礼拜聚会尔，咱有一个目标来行，所以伫遐咱就开始有产生。9025的运动，就是讲，迄阵1986年，迄阵咱的教会有10间，所以咱讲安尼个4档，伫迄个1990年，咱要安怎样？所以咱甲主求，大家祈祷了，咱创一个9025，1990年来25间，就是迄4年中间，咱要增加15间。上帝安尼感动，所以毋是这个感动，毋是一个人。开始有一群人我会记得1987年，我倒来到伫台湾这个传教者的灵修会伫这个阳明山的卫理园底下咧举行。举行的时，咱伫遐咧讲日时伫遐咧教导的时，台湾新学院的一寡新学生也找机会去旁听。我咧讲为主多无大事的代志，伫遐讲。你讲抢救100万灵魂代志，无拍算讲一个下课时，一寡青年，咱台湾上后喊口号的，因带将这两句甲斗起来，为主图谋大事，抢救100万灵魂。我讲毋，这句真好，这句真做规个大福教会的宣教的意向。是，我就思想，这回我来的负担，就是讲，咱既然灵命来复兴。咱会开始看到需要的人今日败家长老有甲我讲，咱最近有一个五定的祝福 ，blessing 五定的祝福。伊伫想讲，我感觉真好。伊即摆准备讲，咱今年新的年开始，咱若想讲，我有爸母还未信主，我有囝子还未信主，我有兄弟还未信主，我敢要来为着因祈祷。你从将这张甲写起来，你感觉讲是甚物人？至少有3位，你会当写起来。咱从规年放伫咱的圣经，咱若想到就为着因祈祷，因为一切的服侍是对祈祷开始。所以，确定咱确定分一张，总是你先想，是若要带人信主，你想到甚物人？你想到甚物人？咱求主来帮助咱。互咱带一个行动，毋是干那直接听到感动就无相。所以有个人讲魔鬼才会惊咱有偌济感动，伊干那惊你一边的行动。所以你若讲好主啊，我今年要为着3个人祈祷，你带写落，
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是咱若还未信主的丈夫，你若无为着伊祈祷，送为着伊祈祷；还未信主的负责人，你若无为着伊祈祷，啥物人为着伊祈祷？还未信主的囝儿，咱无为着伊祈祷，到底啥物人为着咱的囝儿祈祷？所以咱才会信主的，毋茫起来开始来参与，你开始思想，咱最后时会即种会互放伫你的手中，你将这写起来，咱将这个呢，今仔日因为这回是有行动的，将这个提到主的面前，讲主，我要伫主的面前，将这3个人，将这4个人，将这几个人名，我今年入伫我的圣经，我若想到，我就要为着因祈祷。然后咱明年的时，年底的时，咱做伙来看，你写的人有伫主内底无？我有一个同工，甲我做伙去伫北加州带领住的时，我嘛捌安尼咧讲，你将你迄阵我是讲，你从我写伫你的圣经的顶悬，你期待你为着什么人祈祷，无拍算。我喊我去的同工，伊一年后甲我讲，牧师，我去年为着3个人祈祷，2个已经拢入来内底啊，感谢主。所以咱来试看觅咧，咱真正讲为主多无大事，抢救100万灵魂你有同事，你感觉你祈祷将一个人负担你也扛落，咱做伙来经历上帝上帝的怜悯。其实你有一个心，上帝做工我安尼是昨暗暗才到桃园这个阿勇接书小长老可以安排伊来给我接到伫旅馆伫旅馆入去的时我就想讲安尼毋知当 internet 会当来联络的袂我就敲电话予柜台柜台讲一个入来时我看到遐2个人，一个这就是迄个保全另外一个伫遐做代志看一个少年人伊讲好，我念伊摕互你带摕起来我看这个青年人我讲因为咱长老去伫登记的时有甲伊写这是要互老牧师，所以伊就知影我老牧师刘牧师这是这就是照安尼做我讲你知我是即回来树林教会我讲你敢捌去教会？伊讲我去过灵粮堂我去过什么？我就感觉讲你有一个机会我讲我款的你要较听才来找你好无？因为过暗时的，若无代志就等遐我款的了才来找你。伊讲好我就开始祈祷讲上帝上帝我就有心要传信主这个人伫遐永远拢伫遐咧做代志若有空我敢袂当来我就伫遐伫房间伫遐款的行我就坐落落落去时人住咧无闲我就伫遐行我咧等伊咱就为着咧等伊毋知要等时伊讲伊就落去地下室一个我无要紧做你无闲因为咱准备要救人，所以我就等咧等时间伫遐行到了时你较好伊讲无要紧你开始做你讲我就带讲我甲你讲关于你人生的好消息，我会讲你离上帝的国无远呢，因为你也捌去灵粮堂你也捌去过一个荣光什么会团契什么会，我讲无要紧我就伊讲其实真简单，我讲咱有一个上帝啦，这个上帝听你你嘛知影，你拢有听去。第二，人有罪这是人有罪。伊讲冤罪什么话伊可能去教会所以有时听到我从甲讲咱我先说讲安怎带人信主，我讲考试是几分及格60分，考试几分及格？60那80分不错，90分很好，95不错。我讲大家咱这拢知影。我总是我问，请问灰安系统几分及格？飞行机要飞，灰安系统几分及格？100支螺丝烧几支会当飞？95敢是真好会使袂？袂使。96会使袂？袂使。和生命有关系，就爱100%，对无？我爱就了解，了解。我讲伫迄个上帝的光的下面，咱无到100%，所以咱拢是罪人。然后我讲耶稣基督唯一的拯救，我去安怎讲呢？你敢有看到咧拜拜？伊讲有拜拜用生礼拜，我用活的用死的。伊讲着生礼就是死的，
你为讲，你敢有看到迄个鸡咧摆时底下佫将迄脚放伫倒位，甲拗入去对无？是啥物意思？人拢毋知影，我就伫遮咧讲。我讲后来咱其实天子皇帝伫天坛祭天用牛，诸侯遐官用羊，民间用鸡呀。我甲讲，伊佫知影，伊讲咱7月15日号地公，大只地公的时，喙囥啥物话？感觉啥物意思？伊讲伊甘愿敢是迄落伊安尼要甲抬的时伊先去夹甘才来互你抬，毋是啦，甲你抬了再讲拜托你甘愿，这到底叫有啥物意思？我就是咧讲遮，我咧讲其实上帝疼世间人。其实我发现上大的就是上帝疼世间人，人犯罪了的时，上帝嘛是要疼，上帝怨恨罪总是嘛疼人，所以上讲要安怎挽回得来，所以讲安尼好啦，拢离开上帝，你掠一只羊仔来，这只羊仔就无下厝的，掠来的时你的手放伫羊仔的头壳，讲我犯罪，这只羊仔替我担当罪，所以抬这只羊仔，迄个花绣伫祭坛，绣伫我的顶悬。这只羊仔叫做啥物花？代罪羔羊。哎嘛知影，代罪羔羊。我安尼其实逐年拢安尼做，逐摆拢安尼做，犯罪拢安尼做。我犯罪，我应当处罚这只羊仔代罪羔羊，总是到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假设你讲看上帝的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耶稣就是代罪羔羊。我就讲遮了。讲毋过一个动作，你需要去换伫迄个羊仔的头壳。今仔日你需要接受耶稣。我就伫遐讲，若接他伊的，就是信伊的名，伊就互因官并做上帝的囝儿。我就讲，才有两个心，一个是家己最忠心，所做的代志。自我管理下面，时常心情乱糟糟，好事做袂到，歹事上过头，心内无平安。这个道就是安尼乱糟糟。耶稣伫外口，佮这个道呢，就是耶稣伫中心。咱遐乱糟糟的，互耶稣来甲咱排比，好势。我做一个较幸福。伊讲当然一个，你咧，你即摆伫倒位？伊即摆开始都有时去教会，我安尼这条路在行对无？伊讲对啊。我若安尼遮有一个祈祷，你就会当入去，就是上帝啊！我需要你，我现在拍开心门，请耶稣入来，做我的救主甲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互我生活合理你的旨意。我讲你可能袂晓祈祷，这个祈祷会当代表你的心的袂？耶稣在拍门。耶稣伫拍门，你若开门，伊要入来。伊讲安尼好，无咱来祈祷。阮两个传握手，咱做伙祈祷。上帝啊，我需要你。祈祷了时，我讲耶稣在哪里？我先甲问讲，你敢有信心？伊搁在讲的是讲，无咱搁一遍祈祷，所以阮祈祷第二遍。上帝啊，我需要你，我开心门，请你入来。这回祈祷了的时，我讲。这位有信心无？伊甲我点头。我讲耶稣伫倒？伊讲伫我的心内。12:50，早时伊接受主，感谢主的恩典。我就感觉讲，主若有机会，就是这的人，我拢感觉你离上帝讲无远。我毋知今仔日有无对有伫咱中间无？我讲你离上帝讲嘛是无远。你若庆的时，若是有无都有，今仔日你嘛开你的心门。我看一本才送你，上帝会当伫你的心内。所以我感觉讲，找机会抢救家一个灵魂。今年正月初一的时，阮和阮的亲家因请因咧请食饭，请食饭的时，这即摆有囝儿所以有亲家亲母嘛，亲家亲母，佫坐个我迄人的亲家，就伫遐安尼伫遐坐。了是在讲的中间，这个人的亲母也未信主，有去就有这个意思。我讲你敢袂？伊讲，就是有伫遐就知影讲有迄个意思。我讲安尼，感谢主，我带有准备一本。我怎讲？你敢捌看到这本关于你人生的好消息？伫迄个食饭厅，你也袂当讲上句，上帝听你。
总是咱有罪，你知影咱有罪啊？耶稣为着咱啊，所以你最后你来请耶稣，感谢主，1月初上帝互我有机会去带一个亲人的妻母，迄暗来接受主啊。然后伊讲安尼好，伊以后拢要来带因查某囝遐啊。然后礼拜日就要去教会，我感谢主啊！我要转来时，我嘛甲主讲，主我即回若有机会，嘛要传信主，无拍算来到旅社啊。当你要爱困，还是遐一个人去等你。我讲上帝啊，互我若先带一个较要紧，啊，所以感谢主啊！伫遐等的时嘛，就当要看呢，看人个时间会使袂？因为你有一个心，就是要传信主啊，所以感谢主，我发现你看觅你的同事，有时咱毋知要安怎含伊讲，毋过你若有一个小册，哎哟，这是我经历的关于你人生的好消息，常常你将一个人带来，所以我伫想讲，咱即回来到树林教会，咱开始来想，我今年要带啥物人信主啊？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常常上帝互你会有迄个机会，所以伫遮咱就夜目午餐看总计的情形，你的公司啊，你的同事啊，你有真济家庭的亲人啊，也未信主。我定定看到，当阮有伫北美，有人为即边亲人的灵魂，有时转来啊要传信主，有时足艰难的，无容易。毋过上帝拢会做工。我知影一个人将伊的休假的时间。转来要找老爸信主，无拍算老爸甲伊讲，你逐项拢会使讲，干那耶稣慢讲。迄个艰苦心，啊，迄个迫切，啊，教会为着伊祈祷，总是感谢上帝，一寡上帝家己做工，毋是你我做，所以咱知影讲，是求上帝来帮咱。所以总是咱家己，你若有迄个心，掠天父思为念，你开始来想，你会当带什么人信主？你开始主啊！这个我今年来为着伊祈祷好无？祈祷好无？求上帝来帮咱。我嘛还阁有几个人，有时我都爱招伊去行路。有一遍我去行路去遇到一个人，啊，一个人伊讲，哦，以前捌话，啊，总是还未信主。我将伊放伫逐日的祈祷内底，已经祈祷真重，也未。毋过我知影，要阁继续为着伊祈祷。你看，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有时你讲。你种稻啊嘛，着爱3、4月日。毋过耶稣讲，毋是你种的，毋是你种的，吼，毋是你种的，是圣灵做工，有人伫遐先做啊。啊，我咧想讲，带人信主吼，啊，有一个人用一个譬如，我毋知小笼包，你吃几个可以饱？吼，啊，咱着叫一盘小笼包10粒，啊，10粒吼，去。有时我即回去谈，伊也无啥物咯。问你是食互伊一粒小笼包，哎，有时伊佫对待佫食第2粒，食第几粒？有一日你去谈的时，伊接受主，迄伫第10个小笼包，毋过无袂记即头前人食9粒啊。别人已经用贴心、教会贴心甲伊包围，所以无要紧。咱若无去亚境，啊，那有时也修行，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耶稣，你看到这个田园已经熟，丢了熟悉，你就会去。所以伫遮，我就想到这条，咱毋知偌济人迷路的人，就行倒转。咱来吟这条诗，吼，咱这旧的诗，吼，迷路就倒转，标记咱的天父，天国故乡满满阳光，啥人会到迄位？来，咱的兄弟来甲咱弹好无？来，好，478。478哈，咱伫吟的时来想着讲啊，倒一个人，我想着倒一个人来，迷路的人着行倒转，调起咱的。
感觉有一日，你要离开世间以前，你想到什么人，你嘛唔望伊得救的人，咱赶紧放伫祈祷内底。当你先为着遐明确的人祈祷，然后你开始做工的时，上帝互你开阔的心，开始想到你想袂到的人，伊也要来信主。拄拄我亲像今仔透早12:50，这个人姓刘，咱拢共姓刘光汉。我讲我为着你祈祷40日，我10日后我会返去美国。不过这40日中间，我会打电话甲你联络。我唔望你伫倒一间教会，你继续甲你的朋友讲，我已经请耶稣入来，求你帮助我，唔望有人照顾。所以伫遮，咱看到过去，咱所要看体贴上帝的心意。咱过3级思想，体贴上帝的心意。伊爱万人得救，无爱一人沉沦，爱人人拢悔改。这是主的话。对人类犯罪对了以后，历世历代，上帝通过先知，通过伊的奴仆来底挑找人，到的时，伊就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耶稣来是要寻求拯救这失落的人。追求拯救世上的人，伊对杀该了的时，伊就是讲，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家己讲，人主来是要拯救、敲吹失迷的人。这若是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今仔日你我正做耶稣的学生。咱首先就抓这个目的做咱的目的。耶稣讲：“爸怎样找我，我嘛怎样找你。爸怎样找我来到世间，敲找拯救失丧的人。首先我照样找你。伫遮，咱真正需要有这款的心志，是爸差遣耶稣来世间敲找人。今仔日。”耶稣差遣你，也是要敲找人。遐人可能伫你的厝，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你伫办公室遐个同事。咱开始为着因祈祷。咱会记得约拿这本册写起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去伫遐来叫人悔改，总是伊走去他西。不过上帝要有方法。将约拿对鱼的腹肚中，互伊伫遐认罪了，吐出来，然后去到尼微伫遐讲的时，然后无拍算王到百姓，佮包括所有的动物，拢穿满衫，所以上帝就无降灾。这个约拿，互咱了解上帝的心，伊呢，伊真生气。伊带爬伫山顶，伫遐要看上帝要灭这个尼尼微。上帝要甲约拿讲话，所以伫迄个炎日的中间呢，有一带出一张皮白，哇，足紧一日就发足大丛的。所以会当甲伊热炸，伊还感觉足好。无拍算第二日，伊讲上帝安排一只虫，将这张迄落一日发出来的皮白，带加一带死冷去，伊带伫遐受气。伊伫遐感觉足可笑，上帝才甲讲：这张皮白一日发生，你感觉真好，毋是你这甲你热早，你就感觉真好，无去你就感觉真安尼无彩。我要甲你讲，伫这个尼尼微有12万也未分别正手、倒手的我的心敢无疼惜？那呢？伫台湾要毋知偌济几百万也未分别正手倒手的，伊讲我的心敢无疼惜？这是上帝的心意，伊爱万人得救，无爱一人沉沦。所以咱来开始想，咱将咱的囝儿带来到主的面前，总是也未到主的面前的亲人，主的心是敢无疼惜？第三，
掠天父的事为念。咱看到耶稣的模样，伊伫12岁时去到伫圣殿因到耶路撒冷去。自迄个祭旗刷时，伊的老母想讲，伊爸母想讲，伊伫遮个要转去的行列中间无拍算，第一日找无，所以赶紧转来找，第3日才找到耶稣伫圣殿，伫遐甲遐教法师伫遐咧讲，伫遐咧答。耶稣迄个伊的老母看见讲，哎哟，你哪会互你的老爸甲我伤心来找你？伊讲，敢毋知影？我应当掠我天父事为念。咱就发现，第12岁耶稣，伊就知影伊一世人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伫遮就看到这个见证，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么看到保罗的见证，咱就看到保罗的见证。保罗互耶稣甲伊呼调了，主啊，你是治罪。伊讲我就是你昆得耶稣。然后伊讲主啊，我就怎有罪？然后耶稣竞选伊做罗卜，所以伊到尾讲啦，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你，这是主会当甲我做见证。伊个讲我嘛无掠性命做要紧，无看做宝贝，只爱完成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份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保罗也安尼行过去。咱来看提摩太。求耶稣基督的事，以幸福福音甲保罗同劳苦，是所以伫遮咱看到耶稣的见证、保罗的见证、提摩太的见证，然后我伫遮要阁继续讲落去时，我就想到耶稣甲学生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伫遐耶稣讲，人讲我是治罪，伊就讲人讲你是先知的一个，你是什么人？你是以利亚，你是怎么样？讲了时，好，人讲安怎是一人，恁讲我是治罪。哇，这个时阵彼得代表学生就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囝。迄个时阵耶稣甲伊讲，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一定毋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是我的天顶的爸指示你。我甲你讲。你叫做彼得石盘，我要将教会建立这个石盘的顶悬，阴间的关系袂当赢过。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你伫地上捆绑，我伫天顶捆绑；你伫地上偷绑，我伫天顶偷绑。我毋知迄暗迄日你若是彼得，你日若是西门，当耶稣伫众人面前讲，这上帝是上帝启示你的，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假使若是你，你感觉安怎？一定足欢喜的，一定足欢喜的。伫众人的中间，耶稣肯定。毋过当耶稣讲了的时阵，耶稣甲伊讲好，你既然知呢，我甲你讲，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伫遐互祭司这长老会困着，我第3日要死。我讲到死的时阵，迄个彼得随去牵耶稣的手。讲这个事的确唔通到你啊！也身躯伊个话也讲，这比耶稣这个代志无到你啊，无拍算。耶稣随挖过头讲安怎？撒旦退去我后面。几分钟前和耶稣学了，几分钟后，耶稣讲撒旦退去我后面。到底是安怎？因为安怎？因为圣经讲，耶稣甲伊讲，你是。看我的脚的，因为你无体贴上帝意思，干那体贴人的意思。咱台语的圣经讲，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意思，你所想的是人的意思。我就反省家己，无管你伫大学，无管你伫以前安怎为着主安怎拍拼，无管你过去也是伫美国安怎为着主来伫遐来开拓教会。迄是过去，总是今仔日，你若无想耶稣的事，我若无伫想耶稣的事，我若想，敢若想着人的事的时，耶稣对彼得的责备，嘛会对我责备。无管咱伫教会，捌我伫主的面前安怎付上代价，总是迄是过去，总是我今仔日，我即刻，我是毋是以天父的事为念？若毋是，主嘛会讲。
摕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未体贴我的意思。伫遮我就想到遮耶稣的话是体贴上帝意思，想上帝的事。是咱要安怎想上帝的事？咱逐日的代志这么多，毋过会记着，咱规个一生，规个目标是啥物？敢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伫遮我就好好来思想，有一本册叫做《献身与领导》，Legacy Head 献身与领导，1960几年代真出名的一本册，甚至国家的总统也用这本册爱真侪青年人去读。这本是啥呢？有一个 Legacy Head 这个人伫1948年3月14，伊是伦敦的《工人日报》的一个编辑，无拍算迄日已经伫共产党员20几冬啊。迄日，甲伊的总经理提出辞职，讲我这个报纸今仔日办已经用了我甲你辞职，我到今仔日安尼结束。伊的上司甲伊讲安怎？你身躯无好，工作伤重是无？伊讲毋是，我已经想真久啊，我已经想真久啊。吼，我这是真深的考虑。伊就离开了时，伊一礼拜后伫天主教的内面受洗，做一个基督的门徒。毋过伊伫教会一段时间了，伊感觉安尼，伫教会那么清楚，我伫党的时阵迄款的热情。伊怎开始写这本册《献身与领导》？伊咧发现，这共产党员，伊以前伫做的时，安怎轰轰烈烈，今仔无像。伊安尼讲，伊讲我咱像老兵伫想伊的过去，我安怎过我的一日呢？伫共产党的时，伊讲我早时安尼困醒，我开始咧想，今仔日我会当伫洗面的时，就咧想我今仔日要为着党做啥物。去上班的时，阮阵遐个同工，有几分钟来看报纸，知影党的路线。下昼时去遮个餐厅，伫遮含人做伙食饭，咧想办法要安怎引起人注意到党的路线。伊讲对电影明星也是体育明星，毋是真兴趣。毋过伊就小可了解一下，通去甲人讲话时有话白通讲。我你敢知影？我最近倒一个球队赢，你讲的中间，主要讲伊也要互伊看到因的社论，因的共产党的代志。到伫下晡要下班的时，一个小组的会议来检讨咱昨昏今仔日的代志。回去简单食一个饭，就开始搁出去，若是去探访，开始去推销共产党的代志，就是去卖册，转来目睭刻伫遐想的时，搁咧想讲，明仔载我会当为着党做啥物？对目睭开甲目睭刻，拢为着要安怎为着党用的。当然，伊到尾伊失望，共产主义袂当解决问题。伊知影只有耶稣，所以伊就死。毋过伊咧讲，当因伫党的时阵，因是安怎？有时薪水的包摕来时，伊摕1分，有的人抽出来，剩下搁放伫党的内底。毋然安尼，伊去看到遐比伊较senior遐个人，因咧奉献，搁互伊搁较感动。伊讲，因毋是因为共产党的理论来吸引遮个青年人去，是因为有看到模样，感觉遮个人哪会安尼为着一个理想拼落去？是咱知影共产党瓦解遮个代志，苏联的解体遮个代志，咱拢知影。遐最后毋是咧毋茫，最后毋茫是耶稣基督。毋过咱今仔日甲人做伙时，人敢会当看到你伫基督内底的热情，感觉好感动讲，我嘛要对你。遐共产党员，遐互人关家的，你去甲问，拢是因为遐伊的朋友的热情去感动。我毋知你敢会当感动你的同事，还是你厝邻的人，还是你做你捌的人，感觉讲，这个人有一个生命无相像，就是为着耶稣基督要活。那安尼，你会感染
迄个干扰力就无相像。所以伫遮，咱就恳求，今仔日你我敢是来活出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定有耶稣基督生命流露的生活，求主来帮助咱。所以伫遮，那安尼讲起来，咱如何参与实际行动？我迄个1986年，我等于都是在推这个代志，开始有这个负担。我会记得，等来到台湾的时，等来到迄个1986年，去参加花火会时，竟然有一伙人安怎，拢白衬衫、短衬衫、黑领结，拢中年人。我毋知这顿什么人，我问讲咱这大会哪有一顿这款人？我足侪人咧出入，伊讲这个人就是塞车的，计程车的，因若做信望爱司机团契。信望爱司机团契，我想想讲，那呢？我以后当然若有这个车会当坐，伊有一个骂讲的 mark you can trust， 你会当相信。有影呢？当来要坐计程车，上紧的，伊毋甲你载。咱久无当来吼，伊甲你载去到说，你嘛毋知影。所以佫有一人最近，咱有听见。有迄个司机抢人客有无？最近才一个讲人客抢司机的，也有这代志。所以咱对外国倒来吼，若无啥识拢无啥敢坐，若无啥他毋知即个要安怎载出去啊。所以讲若有信望爱司机团契，安尼真好。即摆我迄个花火会了，迄阵我8月14，我就去新竹要做工，因就安排即个车互我坐。我坐入个时，我看到我迄个以套个信耶稣得永生，底下有足侪福音单张，你会当摕。佫一下，我就真兴趣，甲问讲，哎哟，恁是安怎做这？我讲牧师，阮敢若会用驶车尔，恁会当徛讲台，阮袂晓。这就是阮的讲台，我就是驶车。所以伊若入来，伊家己看，伊若袂互伊，我有迄个圣乐，圣乐我伫弹。伊若爱听见证，我就好听，安尼好。我真好，我就甲讲，哎哟，安尼吼，我以后倒来吼，恁若有这个这个车吼，我一定要坐这个车的。我就咧讲，我讲恁有几个人呢？伊讲阮有30几个，这个团契30几个。我讲这么好，开30几个呢？伊讲阮原来70几个，70几个咧，剩30几个。伊讲遐会食薰的吼，会播评论的吼，会讲歹话吼，有种开除。所以剩30几个。我愈感觉讲，尼因阁有训练，我嘛真欢喜的，真欢喜。我突然伫遐想，我讲吼，恁，我咧想讲，请问咱教会捌开布道会无？那100个人的所在布道会，无就有会几个来？10个就真好啊，10%、20% 就真好啊。所以咱讲，后来咱一年开一遍，20个无就有。有诶讲，阮春秋开2遍，40个。我讲春夏秋冬80个。阮逐月日的第一礼拜拢是福音主日，你母诶毋知240个。因讲啦，我问讲恁一日载几个？伊讲一日平均载差不多30个。恁有30几个，你一日会当载1000个。一年载一个月载3万个。一年会当载着36万个，伫台湾100%几也未信主的下面所在，常常是遮个无道的朋友。因遮司机咧想讲，阮哪会当将福音传出去？毋是我换一个所在，乃是我伫原来我的工作所在，我伫遐要见证主。阿免。我安尼讲，毋是咱逐个拢做司机即款，你伫你的岗位，你想讲你要安怎为着主来做见证？后来，然后基督徒医生的机会，我毋知什么人捌去看喙齿无？有无？什么人无看喙齿的？来，你去看喙齿的时，就爱甲先生约时间，毋免。后来约10点的时，敢有拄啊10点的甲你用？敢有迄个医生吼，看过照时点者10点是咧，我人约10点所以你就爱落去。我想以后通无生理。所以就用好，所以佫有一款emergency入来，所以常常会欠。欠的时，你入去你伫倒等，你就伫迄个
候诊室伫遐等，啊，你伫遐创啥？你若无摕册吼，啊，你就是安那有啥物看啥物，有杂志看杂志。啊，阮伫美国较早起时，佫毋是正普遍的时吼，有诶，伊讲那，迄个遐有说个啥物《世界日报》，伊讲吼，有时吼广告拢看2遍过啊。伊都无啥物通看，有啥物就看啥物。哎，基督徒的医生，若将咱宇宙观，将咱的说蒲公英，将这个福音章我放伫遐，你毋免叫伊看，伊家己就摸起来看。我就发现，问题是遐基督徒的医生，像下晓放伫遐，互人伫遐内底感动。基甸会敢毋是安尼？基甸会就将圣经放伫遐，你哪有想到有人伫遐看到？遐个代志倒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司机这医生，因安尼伫想讲要安怎来带人信主。我会记得伫阮遐，阮有迄个有一个基督徒伊开即个豆泥店、糕饼店透早6点就开，就咧互人食早顿的，嘛是有糕饼啦、日式，到暗时6点打烊。有一日，伊听我讲，抢救100万灵魂，以天父的事为念。主会刷伊来头前祈祷，用夫妇来祈祷。讲牧师，我吼，别人礼拜日开，我无开。我掠做讲，我真好的基督徒，总是我甲你讲，我拢无掠天父事为念。我安怎讲？牧师，你知影？阮为着6点要会当开，互人入来食豆泥。我4点半就伫遐开始咧舞伫做迄个烧饼、油条，伫遐咧舞，听豆泥什么话，这糕饼拢伫遐。牧师，我甲你讲，我烦恼的是，我的糕饼卖了尔。我哪有想到讲，伫遮以天父的事为念，礼拜日会当来真好6点就转去，6点我转去，洗一个衣，搁煮一个饭的，这就9点无困袂使所以我无以天父的事为念。会讲。今仔日有这个感动，伊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伊带2个伫遐流目屎祈祷。有一遍，我无想接到电话，讲有一个人的电话安怎想要来礼拜堂，我转来听到，我就敲这电话，敲2、3日拢无敲通，我就讲我就来找伊，我带去糕饼店找伊，迄阵已经超10点外，10点，我讲金老板。你讲这个人要来，这个人伫倒位，我找拢无，毋知电话对毋对？牧师，这伫阮遮打工的，新移民拢伫遐打工，家己打工。我讲安尼好，安尼我这就是这个人，我就含伊伫讲的中间。我讲你几点下班？伊讲伊12点下班。你若12点下班，我12点来含你谈好无？伊讲牧师，是的我12点就爱去一个做社区大学读册，新移民就要读册。我讲安尼安尼，你有倒一个时间，我在咧瞧的时，迄老板金老板讲，牧师，你11点来啦。我11点，伊都无闲，伊讲我做，互伊听福音。我有这个老板，因为伊开始要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今仔11点去，我就找迄个一个角要讲道理，你问互伊看窗安尼都拢遐迄所以角就壁，我嘛伫遐含伊谈。我嘛用这本关心你人生的好消息。我一直讲，我就继续讲了的时，伊带接受主了。接受主的时候，我嘛足欢喜的。我甲这个老板讲，这老板，伊接受主哎呦，牧师，我第一想，我要带伊去教会无拍算伊接受主。我讲对感谢主。我讲，伫天顶若有啥物报酬咱2个讲一半。过无偌久，伊佫敲电话来，牧师也佫一个来我发现一个心态来改变，就无相像。求主来帮助咱，一个糕饼店的老板的见证，我就要收到大学基督教会回应，读我9025，1990年25间，感谢主，第23间，22间是伫 Costa Rica， 是我毋捌想到，23间。伫墨尔本，澳洲的所在；第24间伫奥克兰、纽西兰；第25间伫悉尼，在1990年4月7日，第25间完成。我发现教会若有一个目标，教会逐个人同心，
咱迄个目标完成的时，何等的欢喜！所以今仔日，咱树林教会，咱开始，我知影咱中执会，我听讲中执会已经表决要建这教育馆，要迄落。咱来当心，我明仔下晡会讲，上帝荣耀要显现，毋是安尼，咱来求，今日咱来咧写这个单，好，我想要为着送祈祷，你甲写咧，你甲写咧。有的亲人，有的是你所听的人写，咱大家当心的时，一年后，咱搁来看上帝做什么代志。这是全体啊，毋是一个人。所以9025完成，然后到1996年，我搁放一个目标，就是2050，就是5万到2000年的时，有50间的教会。迄阵阮有33间，搁剩4年。敢有可能？大家若当心就可能，所以搁祈祷，搁祈祷，搁祈祷。感谢上帝恩典。1997年，台北教会登来台湾开始设教会。感谢上帝恩典，大家当心就无受伤。所以到伫2000年的12月，第50间的教会伫新庄来开设。阮为着这感谢上帝，阮谦卑咧分享这，我毋望咱树林教会，大家中集当心起来，咱放一个目标，咱来祈祷，咱来努力，然后咱来当讲，一年我来带2个信主，带几个信主，咱的教会就无受伤。即马教会搁一个新的目标，做大福禧年2020。到2020的时，是大福教会50档，所以阮为着这个50档开始放祈祷。毋望到2020的时，主若怜悯，主若互咱当心，咱会当有200间的福音据点，咱毋望有2万的信徒。困难，真困难。毋过我甲兄弟姊妹讲，咱还阁8年。咱还阁8年，还阁8年。你这8年的中间，敢会当带一个信主？你想会袂？有可能无？8年带一个信主有可能无？我即摆慢慢讲，有个人8年中间会当带2个信主，会袂？有个人8年中间1年带一个信主，喂，你就无想啊！我发现，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伫这个灾灵。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台湾福音化，敢是咱一直祈祷。树林教会建殿起教馆是这样代志，总是咱起咱内底的心殿，迄个听主的心，迄个升起来。所以咱伫今年，我知影这起落去，可能得要2档才会完成。毋过，咱这2档的中间，先来经历讲，上帝予咱的人数，因为你有份的经过，每一个聚会伫遐坐满，咱的祈祷会要搁较侪人来建立起来，有可能，有可能，咱树林教会会当得到复兴，咱也真正甲讲，开始对每一个人，拢有一张开始，我要为着几个人祈祷，合起来，咱的教会要无受伤，求主来帮助咱。所以我嘛放这个祈祷，我嘛安尼鼓舞，8档带2个信主，8档带4个信主，1档带1个信主，这个目标会当达成，需要主帮助。所以伫遮结论来讲，你敢有骨肉之亲，还有伫救恩的外口？敢有？咱拢有，加拢咱的骨肉之亲。咱人生无几个10年，互咱用天父思维念。来，恁2支镜头啊，2支手切出来。来，第1个10年，第2个10年，第3个10年，第4个10年，第5、第6、第7、第8，你第几？我毋知当时怎变第7啊？你即摆第几啊？你第几啊？头前的时间已经过啊！莫讲后壁。咱会当伫你的第2年、第2个10年、第3个10年，主啊，互我加带一个，互我加带一个，互我加这10年，我会当带10个。
你的人生无常，人生无几个10年，咱用天父的事，用父的事为念，参与抢救灵魂的行列，互天父的心会当满足。阿门。你敢肯？说无给我答。你敢肯？我请迄个败家长老吼，将这个米吼，伊讲有2张，一张大张，一张小张的，吼。你若要看较大字的，即摆吼，这张你写了，咱念要吟诗，你写了时，你带摕出来，甲主祈祷，主，我要将这个做我今年的祈祷。然后呢，你直接落落，请你后壁写你的名，因为安怎呢？败家长老讲吼，伊要去甲你做啥物货？用一个铲顶的，互你铲放伫，会放伫遐做啥物套？被套吼。所以咱今仔日将这铲奉献落主，讲主啊，我着为着即几个。你若要4个，你会当后壁去写，毋过后壁会角写你的名。伊铲要较顶啊，咱铲将即个要做讲主，我听着即个道理了，我要为着几个祈祷。明仔载继续还会当用，后日继续用，互咱1月拢来敲好，然后来看今年上帝要做，有无？会使开始分啦吼。所以，咱将遐伫骨肉之亲，还伫救恩外口的人，咱来伫遐甲写落去，吼。你想到的人，你祈祷的人，你甲写落去，你要放写伫倒？有的大张，有的小张吼，迄个长辈互伊较大张的，伊会看有。这个会当放伫，伊要甲你，互你伊会行哩。教会会当将这名换继续祈祷。咱拢即回的即回的聚会，咱为着几个人要祈祷，就无相像。明仔载个天，也无用的人，明仔载个天，咱天的是变做咱教会今年要为着这个人祈祷，毋望通过安尼，咱要看到偌济人要信主。来，当咱在天的时，你用祈祷的心甲主讲。尼变做咱教会拢有份，大家拢有份。你祈祷，业伫你的圣经。所以确定你天了的时，咱摕出来天父的面前来甲天父讲。后来，伫第天的时阵，咱请咱的琴来帮助咱弹，听见救主出声得叫。什么人要去做工？田拢到时昼夜熟悉。什么人要去收担？救主真久就得叫你，伊报赏实在真大，自尊欢喜即时应讲，我伫遮找我，吼，你开始写，吼。来，咱继续写吼，写的时，琴在弹这条歌，咱慢慢写。这咱的诗有时咱拢袂记去吟嘛，听见救主出声得叫。后来，你若有写的人，你准备着，就是要来甲主讲，主我有写这几个，求你帮助我。你后壁签你的名，甲你的电话，互咱的教会长老会当知影讲要安怎交互你，知影安怎联络你来摕。这是一个教会行动。咱的应题开始特别舞的时阵，咱这软体迄个听主的心，求主帮助咱。来，咱第1节用坐咧吟吼，你若会当，恁拢开始听恁的单，咱坐咧，若听了的人会当吟，咱坐咧吟。
啊，你吟的时，你将你的摕到主的面前，咱有一个箱仔伫遮，你会当甲录落去。你用祈祷了，甲录落去，啊，然后咱要伫遮祈祷，甲主讲，主啊，我要这三个，就是我要祈祷的人，来起立来吟。透过下的人来甲主讲，主啊，我伫遮找我，找我，为着这几个，你要开始祈祷。啊，咱拢开声祈祷。啊，最后我请廖明华牧师来带咱，为着这个放伫这个箱仔内的人来祈祷。讲这就是阮今年努力要祈祷的，所以咱拢开声来祈祷。主耶稣，你的萝卜会当做，就是安尼，高贵是你的工作，不离帮助。天父，阮感谢你，透过你忠心的萝卜，互阮会当搁倒转来思考阮过去所做的。
是以家己做中心，还是以天父的事做念？主啊，互阮会当佫调整归正，倒转来以耶稣的心做心，以天父的事做第一。主啊，求你帮助阮，开阮的目睭，互阮夜目看田园，庄稼已经熟啊，阮着爱趁时掠着机会，赶紧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主啊，互阮时时刻刻来体贴上帝的心意。主耶稣，互阮毋是以人的意思。毋是体贴人的意思，是体贴上帝你的心意。主啊，互阮时时刻刻听上帝天顶来的声音，遵天父的旨意来行来做。互阮毋是干那讲，互阮爱有实际参与的行动，有感动，爱有行动。主啊，阮今仔日透过你的罗卜，今仔日所将上帝的话，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无一句无大能力。阮为着阮的骨肉至亲，为着阮的同胞，为着阮的亲人，亲像保罗讲，阮愿意被救助，愿意甲基督分离，阮也愿意。今仔日阮立定心志，要跟对主有实际的行动。阮兄弟所伫基督的中间所写的，无论是几个人。主你拢知，主啊，求你特别分别做成，互阮常常为着因提名祈祷，用爱心铺路，关怀伊，甲伊有真好的直接，利用得时不得时的机会，将耶稣的福音来传落伊，来抢救百万灵魂，军队主加入教会。主啊，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恩，互阮属灵教会无违背对天顶来这个意向。阿门。抢救灵魂，主啊，百万灵魂骨肉至亲，拢要归伫你的教会，将荣光归予你。特别纪念阮敬听的老院长，互伊伫世界逐世界咧侍奉，伫新乐院的圣工。无论伫国教会，伫迄个所在培灵、奋兴、布道，人个人担当，主啊，伊的脚力耶和华赐福满满，互伊脚踏的地，你拢甲伊三个地地。主啊，阮将阴暗的聚会献上阮的感恩，将明仔载的主日、明仔下晡信息，搁一摆阮用祈祷来吐掉这个聚会，互阮看到上帝的荣耀。后面的要赢过头前的，主啊，阮今仔日逐个人立志伫主你面前所写的、所带倒的这名单，互阮会当正做金银宝石献予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